爬到电子来看哦，那地理上呢，实际上是过去。你想想呢，娃娃哦，如果他还是活着的，好像在娃娃活着，你给他看来的话，你刚刚娃娃的话很，那他非常公开的，很韧性很强啊，就是说跟汤给那机哦，在那个加条嘞，他都在前期，他那个加条，他那个过火，差不多过火，那你看啦，你哪有经验啊？我们炒菜很嫩啊，跟经常所以让它干掉以后，这个哦，搭一掉就好，这烫的不好干啊，因为纤维破坏的很容易断掉。所以他的做法是怎么样？采购的时候要放7成8成成熟的，才去炖上，打草剂，打草剂啊，让蜘蛛哦不掉，打草剂，我一个非常打草剂啊，它剂料是不是？后来的它的才去让它烫。有时候给你的烧烤，那烧烤剂有时候会维持多久？半年。哦，烧烤剂的农药给残留了，有时候哦可以半年到达半年。难怪我后觉得父亲人家朋友拿给他去包装都给很夸张，比较安全嘛，因为他刚采收也比较安全嘛。好，那你说这个东西政府有没有在管？有，政府有在管。政府叫你说，因为政府其实农改场哦。那有些人叫农改场，农改场建议，你这边收人刀啊，用机器来收人刀啊，这些喷的药剂吼，比如讲我忘记背了哈，咱举个例子，比如讲咱滚1000杯，1000杯伊是讲1cc的那个杀草剂爱泡1000cc的水，落去拉去做，好啊，这里安尼叫做1000杯嘛吼，所以混的了可能3家高，然后它细嘛吼。它机器会采购，但是你按咱讲，大家去按到感觉是不行。它机器呢有限，机器有限嘛哈，机器有限，所以采购大家像第一个，你难见来是我都过一层熟，到时电话进来，他们进来，我一样想要采购啊。所以大家呢，1000倍呢，有人就说他跳了啊，他跟我跳了啊，你就跟我摸了，1000倍套500倍，我呢很担心。那这来的农业讲，太简单就是啊，然后我不相信，然后把分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呢，大家为了要抢那个什么，抢那个时机，所以呢，拼命的拿，要的浓度越来越高。各位基本上还是先挂了，因为这个东西哦，我们一般来讲，在买的都有农药的残留哦，有的东西你去买拿来。那最近这几年政府在管，就是。现在管制的部分是烧烤剂啊，烧烤剂就是一个喷药业者有白无白，就喷药业者很大量，所以开始要做这个管制，一般人理解开会，所以就是管制到喷药那个不管的话，因为哪部领域混进我也是现在在管制了，我们好像通过来，我们大家都跟他讲，另外一个我只是告诉各位。大家去注意的不是说你不能吃啊，那当然我们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吃什么？成功标的，这就是我当家的人嘛，这关的那个理论的高频率，就是抢救老师的这个几乎可以看48分钟，你在电脑上面可以找，几乎。那个英制手有个英制手产业啊，抢救老英之家48分钟。那刚刚那个影片的那个或者3六，那个停车大那个，这个就是来灌3家锅里这种啊，不要用那个什么那个稻米，然后什么去把那个农药让小鸟吃了这么多上面。那当然团体就会变成这个团体最后还是变成有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最新的新闻而已。有半老鹰红豆毒鸟全免明免上架。总之嘛，我们在吃的时候多一个选择。咱经常上杯就有半老鹰的嘛。我什么食物链嘛，做到这要进老鹰加老鹰嘛，进嘛对吧？如果你保护老鹰的意思其实它就是从基层来保护这是第二道有半老鹰红豆没也出来了，因为你一定做这样子。他那个林慧珊那个林小姐那个风啊，这些晶片风啊，这
就感动了，然后终于他这么多年的努力哦，终于有成果。这个纪录片拍了23年，他这样追踪起来，其实连结构性的问题，结构性问题吼，大家讲到啊，对吧？按照你这组的会形这样的啊，所以他用一些不择手段，他用这不择手段之后，把不单要一起堆，不单要一起堆呢，老板一起堆。跟这个结构性，你要怎么打破这个结构性机器？他要花很多年的努力啊，他今天这样的成果。所以呢，身为消费者啊，就是说我们身为消费者，我们尽量能够怎样，能够做得到这样。好，这是从一个简单的一个红豆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生态结构的问题啊。好，那我说，其实如果说你不是吃用PTA 手基本上很多，那当然最好的就是我们从有机非化来着手。当然你也用 PTA 手呀，PTA 手都会另外一个老鬼拢给拢骗人，PTA 拢骗人诶，搞一些就是为了这些，我的店长拢一些毕竟呢都假啊。好，那如果说你从心里面呢就不相信这样的东西，说当然来沟通我了。这个就是我讲来讲，过人很信的人信的，不信的人不信的，对吧？那我当然，我当然说，今天讲的了，我法度讲大拢重要，但是事实上，因为我接触这行业，我都清楚，其实商品啊，都是给是你怎么分辨真这样子。那既然你怎么分辨这件事情呢？怎么做？其实不是看外观，因为这样的人家直接拿走，不可能是这样的。你教那个空干嘛呀？对吧？所以直接进来分辨。有些人然后我因为是要不然假如你直接不是吗？假如你直接，假如你当然假设的我公有单，看你了，跟三个人走，我刚刚这样子UBA 给他搞来划过来嘛，你像这样子UBA，我讲这人家都可以UBA啊，这人家马到可以啊，两个都可能是，两个可能都不是。相信。好，那我跟各位讲，还要做记住。这样我讲你若进过一下，你若到迄多啊时你若2、3礼拜咱就不对啦，就安尼啊。爱记住无？有嘛对啊，爱讲语言嘛，是嘛所以长假的语言我怎么我住边那个菜价在管，你说拿1阶去管什么处理？我然后1阶电脑必然贵1倍2倍，我买来用1阶，然后用不单单到后来再开经济平衡的来到长假，按红洞有红洞的这个1阶，那时候打的没有那么严格在认证这件事情的时候，假有机真的很多。很多家直接参加白天，我改天的一些对我无补啊，但是你怎么相信他？当然，你看这人，我这人走了，对啊，马上老可以这样，但是人心隔肚皮而且这个是一件事，第二件事说他的知识是不是丰富？以分析出经济的知识是不是丰富？所以如果不丰富的情况下，基本上。以供应都不要的，但是经济就是另外一个条件，后来条件是别的条件，另外条件是给他们化学肥料。但另外在修根，像这些修根，其目农田都有不是化学肥料。化学肥料的为什么相对这些土头用丁然后酸化，所以必须要修根嘛，必须要修根嘛，它跟丁它那。所以有机的不是只有关同样这件事情而已所以一些农民来说，我这个不加改，不加一些，这种化学要有，这是其中第二个条件。其实还有很多条件，比如说还有一个像
有机的基本上是讲你分土加水爱送电，土跟水啊，土跟水你要送电，你没有送电，你没有保证你的水是不是有重金属，重金属然后包括重金属哦，你的土有没有受污染，是有重金属，这有另外一个条件，说土跟水一定要送电，确定没有，有去做这个啦，伊咧 PC 的专区啊，伊咧跳火啊，大家若有时间落来，我听伊咧跳火，我跟他讲，都是这啊。以前我在上班，然后我听无我班那边在跳舞，我咧变小面容化去啊，拢考啊，我咧练，我咧变小面容化。当然我休息等级还，我休息等级还没那么高啦，我买那个有想要用 UP 啊，我可能用那个小面容化。好，那我想说，其实我在有机专区来讲那查一种情况下模糊。为什么要设立有机专区？以及有机专区怎样来用？刚才到做什么？第一个，你不能喷药；第二个，你的土水要抽验，不能用化学肥料就刚才讲3个不能喷农药，不能化学肥料，土水要验证。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为什么要用30公尺？因为隔绝林田污染。林田污染到隔壁不一样它的污染对吧？所以基本上就是按用它的专区，我看的专区，我都怀疑我是讲平，你要做讲安家，他所谓被写话观察的人当年，他说有一块没有人做了，我刚好进去还从原来成功的，因为我真的讲我基本上是一个实验田我把它做主要实验实验田然后我伫咧今年清明了刮落的，落我非常落的，然后长的。